係啦，呢本咧就係、大家好，呢本就係你哋高飛僱傭咧嗰個糧單同放假簿啦，係非常之好用嘅。裏邊有成本咧，大概可以就會用到，你哋會用到2年㗎啦。係咁，將來續約嗰陣時咧就會再通知你。咁喺度可以解釋下俾大家聽。咁揭翻喺度先啊！呢頭3頁係樣本嚟嘅。咁首先我講解咗嗰、個返工嗰度啦。咁呢度咧有全年俾你哋嗰個勞工假㗎啦。2026年開始咧就復活節有多咗1日㗎啦。咁所以咧嗱，你可以我一路講嗰陣時，你可以攞你本糧單簿出嚟嚇，係啦。咁你就睇翻呢一個咧就係每個月嗰個出糧同埋放假記錄。咁第一 part 咧就係勞工假。第二 part 就係每一個禮拜放1日嗰啲，即係譬如禮拜日嗰啲啦放假。咁一個咧就係第3就係人工啦，幾時做到幾時啦，係啦。咁呢個就 sick leave 啦，如果要需要就寫喺度啦。咁呢度最後係咩咧？例如你有機會幫姐姐出咗錢先嘅，或者買咗啲嘢先嘅，係啦，又或者係你借咗錢俾佢都照寫啦喺度嚇。咁呢度第一 part 啦，就係呢度咧全年，譬如我俾個呢個樣本嚟嘅，你睇住樣本都 OK 噶啦，係啦。咁呢度咧，譬如今個月有3日假。例如今個月有3日假，咁你就自己煮住翻放3日假，因為咧勞工假咧係必須要放嘅，咁只不過係頭3個月裏邊咧個僱主係扣錢，係啦，法例上係要扣佢嘅，除非你自己唔想扣下，咁否則嘅話咧頭3個月係需要扣，咁所以你見到我寫咧工人簽名嗰度咧係寫減嘅，頭3個月係要減，即係扣咗佢。咁如果你扣嗰個月裏邊有3日勞工假嘅，咁你即係話最少你一定要放3日，而放假嗰3日必須係要寫勞工假。如果嗰個月有勞工假嚇，咁至於例假咧，一個禮，譬如你用禮拜日去記就最好噶啦。一個月有幾多個禮拜日，咁有幾多日假咯，係啦，用禮拜日嚟數。我呢個月有幾多日勞工假？呢個月有3日勞工假，咁 total 即係7日咯喎。咁頭3個月記得下就要扣錢嘅。咁如果姐姐話我唔想扣，咁你就可以買去3日例假咯，係啦。如果買嘅你就寫 work 咯。冇買到去嘅就寫 off 咯，係啦，咁都要簽翻名 ，OK？ 咁係啦，咁大家就記得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一個最重要俾你，都係重要嘅。除咗大假人工寫，就係姐姐翻去放假啦。咁呢個英文版 ，OK？ 因為叫姐姐寫，因為試過咧話我哋好似逼佢哋放啊，咁所以咧都係用翻姐姐親筆去寫翻，自己留翻個底嚟嘅，方便啲啦。咁我解釋嗰度咧可以同你用中文去睇下。咁咧你就寫姐姐幾時同幾時放假，總共用幾多日，係啦。咁至於去放假裏邊咧，譬如我放7日喎，咁7日裏邊用咩假期去放咧？可以用年假，即係譬如我翻咗半年工，我翻咗半年工嘅3.5日咯。我用3日係大假嘅，咁有1日咧係禮拜日嚟嘅，係啦，我用咁，因為嗰個月咧我有3日新年咯喎，咁我用3日嘅勞工假，咁所以 total 佢今次，例如俾個例子就係佢今次翻去7日，有3日咧就係用大假，1日用例假，禮拜日嗰啲，有3日咧就用勞工假咁樣。勞工假咧唔可以儲埋埋，要60日內放晒㗎嚇，咁所以你哋要注意啦。咁咧機票啦。第一你就剔起，叫姐姐剔起點樣用咧？嗱，呢個係香港去菲律賓，菲律賓翻香港，咁好啦，去程你用咩咧？用合約嗰個，因為我續咗約啦嚇，未續約嗰啲咧唔好用合約嗰度啦。領事館話，因為到時你走嗰時咧，佢冇得翻去咧就麻煩嘅，咁所以咧必須咧係你續完約先好用呢張走嘅機票，係啦。如果講放假嚇，否則嘅話你都要剔3。一係就姐姐出，姐姐自己出錢啦，即係阿敏你幫我出住先，我份糧我俾翻你，咁你就到時剔喺呢度係姐姐俾咯。咁呢個就係你借俾佢嘅。咁如果你墊資咧，你就寫翻個銀碼，即係話將來咧佢要出糧俾翻你嘅。OK，咁如果續咗約嘅，你要清嗰個價嘅，清嗰個機票咁咪續約剔呢度咯。咁翻嚟一樣，翻嚟嗰個佢又係爭你1,200蚊嘅，咁到時所以你睇到第3 part 咧就姐姐要俾翻㗎啦。OK。最好就唔好用機票，最好就除非係續約，否則嘅話翻去就唔好用合約嗰個啦嚇，記得。咁呢度你睇到啦，如果我去用大假係有3日啊嘛，去用大假3日，咁你就指翻去下邊，你就睇翻下邊度啦。你睇到我咧頭寫埋話定俾你哋聽啦，有10年嘅。咁因為本簿唔夠寫啊呢一頁，咁所以咧到時10年到20年咧仲有一本嘅。如果你姐姐同你做超過10年嚇，咁目前寫咗10年先。第1年咧就7日大假，第2年都係7日，第3年8日。咁你咪睇咯。呢份合約，我係第1年嚟嘅，我用咗3日，咁即係仲有4日未放咯。
咁如果係去到第10年就有14格啦。咁你就剔起你用咗邊格就邊格，咁到時你儲起本簿裏邊咧就知道，哦，上一次去放假用咗3日啫喎，仲有3日未放喎，咁你到時喺第二版嗰度你咪再剔翻咯。咁所以你見到我咧頭3頁係糧單係樣本啦，第3頁。咁跟住咧我有成呢度咧由第4頁開始啦，到11頁咧都係夠你哋用噶啦，呢度啲放假唔會放咁多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相信係夠用嘅，夠你哋用噶啦，有成4次噶啦。咁打後開始呢度咧，就全部都係糧單嚟噶啦，糧單同假期。第一 part 勞工假，自己剔咗今個月有邊日勞工假，咩日咩節日，今個月有咩節日，跟住指翻喺呢度係邊日放，記得啦。咁呢度簽名一定係放假㗎，冇得買啊！勞工假我第一 part，第二 part 就可以買啦。所以你見到可以寫 day off 定係 work 啦。咁樣 OK 好嘛？咁呢度咧就係呢個解釋啦。希望你哋呢本簿除咗你自己袋起去，自己到時都影每一頁都影翻一個底，慎防唔見咗嘅時候你都有底。OK， 咁希望你 enjoy 我呢本高飛僱用非常之 luxury 嘅放假同 salary book。OK，thank you。